嘛，这个南投的中寮行动会是来举办着珍珠柑的品鉴，有50件来参赛，要借着比赛提悬着农民栽培的技术。明仔载后日11号、12号，要伫国道3号南投休息站来举办着展售会，要帮农民来卖珍珠柑。由台中改良所、家己试验分所和县府农业处专家，依照这么多年丰富经验和专业，针对珍珠柑的外观、口感和甜度等部分进行评鉴。今年总共有50件。中寮的珍珠柑的品质都还在水准之上了哈。那有些农友管理得非常好，就是我们从外观看这个果实的颜色呈现得非常的亮丽这样子，然后也呈现我们的橘红色，然后风味也十分的明显哦，有呈现出珍珠柑该有的一些风味跟特色这样。中寮乡农会连续第7年举办评鉴，伫今年生长期的时拄着考验，和珍珠柑的产量平均减少1/3，价值增加要2成，不过品质依然真好。农会办理这个评鉴当然是让农民有激励的作用，有比较的效果来提升品质。今年中寮珍珠柑伫台北第1市场首创拍卖市场，介绍每公斤180块，后上卖介绍辅导农民来增加收入。